不想盖这个盖头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哪有新娘子不盖盖头的呀？乖，等一下，这是谁放的孔明灯啊？哎呀，好了，别看了，小师妹，大伙都等着呢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雪姐姐啊？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她，劝劝她吧？毕竟我出嫁，她也该陪陪我啊。好，那我去叫她，也劝劝她，把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放下。那你可在这乖乖等我啊。不好了，徐姐姐不见了。啊？不见了？哎，小师妹呢？新娘子也不见了。叶欢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我刚刚给她打扮完，在扶她来拜堂的路上，小师妹突然想起学姐姐不见了，让我去找学姐姐。结果我这学姐姐没找着，回来路上小师妹也不见了，我还以为她自己来大厅了呢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成亲啊？老大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这穿的是明朝的新娘服吧？真美。你看到了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。你这么着急来见我，是想当面祝福我呢，还是想趁机把明珠谷的人一网打尽呢？都不是。小弟是毒瘾发作，想和老大赌2把。我还要回去拜堂呢，没时间跟你赌。赌的不是骰子，赌的是心。第1把，朕放一盏孔明灯，赌你能不能看见。若是你没有看见，或者是你看见了不来，那朕就输了。幸好你看见了，而且你孤身来见朕，就说明朕赢了。不，你输了。我孤身来并不是想见你，而是想告诉你，我要嫁人了。如果你还念着一点我们之前的旧情的话，就请你别打扰我今天的洞房花烛之夜，也别派你的兵来追杀我们。朕若是要派兵追杀你们的话，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。朕不相信你会嫁给朱慈轩，朕也接受不了你嫁给朱慈轩。朕第2把赌的就是等你见到朕之后，你是否愿意跟朕走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输了。未必吧。朕不相信你心里没有朕，就像朕忘不了你一样。一得到你要成亲的消息，朕就六神无主了。朕不会让你嫁给朱慈轩的，朕也不会让你再离开朕的身边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成亲了？因为你我是同月同日生，又是结拜兄弟，所以心有灵犀一点通啊。你别骗我了，我跟你只是同月同日生，可我跟朱哥哥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我跟他的缘分不比你强吗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我们谷里还有你的奸细？老大，不对，欢儿，复明是不会成功的。你与其等着做什么朱明的太子妃，不如做我大清的皇妃。你虽是汉女，但是朕可以给你抬一个旗级。你虽然当不了皇后，却能得到朕的专注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大了，你也不再是我的龙小弟了。我们2个结拜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时兴起的玩笑。
而对我来说，就是一场梦。如今梦醒，我们都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根本就不想要你的什么专宠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走吧，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别再口是心非了，朕不相信你的心里没有朕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在成亲之夜偷偷的跑出来见朕？你快走吧！你现在再不走的话，被我爹跟师傅看到，你可就完了。你看看，你还是那么关心朕。今夜你不跟朕走的话，朕是绝对不会走的。你简直就是个无赖！你现在哪像一个真龙天子，哪像一个95之尊啊！真龙天子、95之尊，那是对别人而言，在你的面前，以前朕是你的龙小弟，以后朕是你的男人。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你打吧，你打死朕吧！你要么打死朕，要么跟朕走。我恨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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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发过誓，我心里不能再想你了。如果我再想你的话，那我就一辈子吃糠咽菜，穿粗布麻衣，变成一个丑女人了。既然你已经发了这么多的誓了，那唯一的解毒办法，就只有以毒攻毒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朱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不会杀陆小弟的。可你也答应过我，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，一心一意对我。欢梅，其实你昨夜走了，就不该回来，不该给我希望，又马上让我绝望，不该把我最幸福的一刻变成最耻辱、最伤痛的时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朱哥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你别杀他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去拜堂成亲。她不能回去跟你拜堂成亲，她要是嫁给你的话，那就是对朕无情，对你不忠，更是对她自己不仁。玄烨，你不要为难一个女孩子，你有种来，可否有种跟我决斗？论武功，朕远非你的对手，但你我的身份又不是江湖的寻常莽夫，怎可以武定输赢？若你我争的是天下，自然不该以武论输赢。但现在，我们争的是一个女人，则你我的身份，不过是世间一寻常男子。爱新觉罗玄烨，拔剑吧！我就站在这里不动，只用一双肉掌与你交手。你若能逼得我双脚动一下，就算你胜，我和易欢的婚事取消，你带他离开。你若是败了，我也放你一次，让你离开。我带易欢回去继续我们的婚礼。是男人，就接受这次挑战，否则滚回你的紫禁城，做你的八面威风的皇帝。但是，你再也没有资格以寻常男人的身份来跟我抢易欢。好，那朕就接受你的挑战，与你决斗。你疯了吗？你肯定打不过朱哥哥的，你快走啊！花儿，自8岁起，朕就只能是一个皇帝。但是朕现在想任性一回，做一回世俗男子，去真真正正的
跟朱慈轩来一个决斗。若是输了，朕也绝不后悔。朱哥哥，三师傅说你这几天都不能与别人交手的。康熙都应战了，难道我还怯战不成？魂梅，这是我们2个男人之间的决斗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朱哥哥，玄烨，动手吧。龙小弟，朱哥。龙小弟，龙小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2个别打了！玄烨，你现在明白了，做皇帝，你或许比我强，但做男人，你永远比不上我。所以，你还是认输吧。朕绝不认输！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千万别杀了龙小弟！朱哥哥，龙小弟，千万不要杀害我的朱哥哥！朱慈轩认输吧。朱哥哥，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醒醒！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醒醒啊！朱哥哥，朱哥哥，朱哥哥！花儿，他已经输了，你跟朕走吧。不，他是因为我逃了婚，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了，他私下放了我，犯了蒙规，所以受了鞭刑60下。现在和你决斗，又加重了伤疾，否则在平时，纵使有10个你也打不过我朱哥哥的。朱慈轩身受重伤，还要跟朕决斗，如此意气用事，怎么能成就大事？那你呢？孤身一人前来寻我，难道不是意气用事吗？花儿，朕不是意气用事。出来吧！皇上，原来你早就安排好了。花儿，朕想做你的男人，但是朕更是大清的皇帝，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意气用事。倒是朱慈轩，明明受了重伤，却还只把心思用在你我2人之上。他过来的时候，没有发现林中有埋伏。那你现在想干嘛？你想杀了我朱哥哥吗？花儿，朕不想骗你。你和朱慈轩，朕必须带走一个。如果你今天不跟朕走的话，那朕会将朱慈轩带回去打入天牢。有太皇太后在，朕无法保他不死。但你若是跟朕回去了，那朕可以将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这根本不是在跟我赌，你这是在逼我！这就是在逼你！因为朕输不起，朕不能没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嫁给朕最大的敌人。玉，易欢。
我还是先把你送回去。这是师傅们发的信后弹。不行，我不能带大师兄回去。大师兄，你醒了！你醒了，大师兄。怎么样了，大师兄？好点了吗？倾城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大师兄，你昏迷了3天3夜，都快把我急死了。你昏迷前是不是跟人交手了？你忘了三师父的嘱咐，在你伤好之前不能交手，不然你的伤会缠绵不愈的。欢梅呢？欢梅现在不在这儿，师父们在找你，还发出了信号弹。我没有把你带回去，因为我怀疑咱们明珠谷可能有内奸，所以康熙才会这么快就……我不想知道内奸是谁，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，我只想知道欢梅去哪儿了。大师兄，他是不是跟康熙回宫了？大师兄，你别这么激动啊！你告诉我，他是不是跟康熙回宫了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太激动啊。那天我打算永远离开你们，可是我离开山庄没有多久，我发现天空中有孔明灯，我就猜到是康熙去找奕欢了，就悄悄跟了去。结果我看见奕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跟康熙走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子羞辱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师兄，为什么？大师兄，为什么？哭出来了，心里就会好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龙小弟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你永远不会杀他们的，你不能出尔反尔啊！不是朕要杀他们，是你们的奸细把他们出卖给太皇太后，是太皇太后执意要杀他们，朕也是迫不得已。行刑！师叔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做了个噩梦。先下去吧。是。朱哥哥，
你怎么样了？你现在是不是很恨我？以为我无情无义的抛下了你，跟着康熙走了呢？你和朱自轩，朕必须带走一个。如果今天你不跟我走的话，那朕会将朱自轩带回去打入天牢。这样太皇太后在，朕无法保他不死。但若是你跟朕回去了，那就可以将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这根本不是在跟我赌，你这是在逼我！这就是在逼你，因为朕输不起，朕不能没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嫁给朕最大的敌人。朱哥哥，我没有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。我一来是为了救你，二来是为了查清龙小弟为什么能对我们这边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我们明珠谷是不是还有奸细？你能原谅我？哎呀，这穿什么东西？这人怎么穿这样？哎呀，这不前朝服饰吗？真是少见。哎呀，你看看他穿的什么衣服呀？又一个喝多的，你看看。是。行啊，拿酒来。客官，你这都喝了一晚上了，还能再喝吗？你还有钱再喝吗？连你也看不起我，你以为我没钱吗？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客官，只要您觉得小店的酒好，您随便喝啊。倒下去。啊！哎呦，你看这人胆儿真大呀！竟然敢穿前朝的服饰。对，你看还穿着新郎服呢。哎，咱们走。哎，来，你们说，这人会不会是乱打啊？哎，要真是乱打，岂敢穿着前朝服饰公然上酒楼来招摇？我看不是哪个戏班的戏子，就是个疯子。对，有道理。哎，我看他可不像是疯子。你看他那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啊！你说他既然穿了新郎的服饰，他不去洞房花烛夜，跑来这酒楼干什么呀？对，我看呐，一定是新娘嫌他不中用，将他赶出去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说不定是这新娘子别有所爱，逃婚去了。那这个男人岂不成了一个大乌龟？王八！给我滚！他说什么？给我滚！哎呦喂，敢让大爷滚，爷现在让你滚，你滚！呀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咱们撤，快撤！
我的脚，脚，我的脚呢？哎，我的脚呢？花梅，就回来了。大师兄，你醒了。花梅，你怎么叫我大师兄？你不是最喜欢叫我猪哥哥吗？好，既然你喜欢，那我就叫你猪哥哥。猪哥哥，我们成亲了。我们先和解，再成婚。能成亲？好。可是不在啊。成亲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师哥们在不在不要紧。我们成亲，我们成亲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我真的好开心，好欢喜啊！猪哥哥，我也是。怎么是你啊？是我，当然是我。大师兄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我愿意做你的亲人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不，你别这样，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大师兄，你别再想着小师妹了，小师妹已经跟着康熙走了，她的心里眼里只有康熙皇帝，没有你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不别说了！我就要说，我要让你清醒过来。大师兄，我不能看着你这么折磨自己。难道你不明白？小师妹一直把你当成亲哥哥看待，他真正爱的人不是你，是那个康熙皇帝。他们爱的有多深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？
他们两个一定也会成亲，没准现在也在洞房花烛夜。大师兄，你醒醒吧！我们不会骗我的，他不会这么对我。大师兄，这是真的。倾城亲眼所见，他们一起走了。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。一直真爱你的人是倾城我呀。这么多年，倾城一直默默地爱着你。我理解你，我懂你的心。大师兄，就让我嫁给你，做你的新娘，一辈子和你在一起，关心你，爱护你。皇上本来跟哀家说的好好的，只是为了收服人心，才暂时呢放了朱自全等人。怎么就斗起来了呢？这若不是朱自全此前先受了重伤，那皇上岂不是危险了吗？太皇太后都不用担心，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奴才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，一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对，他们会立马冲出来保护皇上的。你还有脸说呀？啊，如此大事你都不来向哀家禀报啊？你还不加以劝阻啊？就这么由着？皇上任性啊！太皇太后，您真是委屈奴才了。这皇上为了怕奴才走漏风声，一直都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。再说了，皇上的脾气您是了解的，那哪是奴才能劝得住的呀？皇上啊，他原来可不是这个样子，都是这个李欢呐，把他蛊惑成这个样子。现在最可虑的是，皇上居然把这个李易欢又接回宫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呀，亏你还是六宫之主呢，你居然如此无用啊你！皇祖母，妾身也劝过皇上，可皇上每次听了以后抬脚就走，也不管妾身这面子上是过得去还是过不去。从此以后，也再也不来这坤宁宫了。妾身到哪里再去劝皇上？罢了，刚才哀家是把话说重了，这也怨不得你。皇上啊，他亲政以后，大权在握呀，但是在这个事上还得靠哀家亲自去把关呢。刘嬷嬷，奴才在。带上几个人，去把这个曾经的笔墨侍书给我叫到慈宁宫来。这太皇太后啊，您要见着李易欢，那奴才也不方便待在这儿了，奴才就先告退了。万一要是传到皇上那儿，皇上会怪奴才多嘴的。你也去吧，以后再有什么事情，还得要你及时向哀家禀报啊。这皇上真的身边不能缺少像你这样的忠心耿耿、不怕给皇上纠错的人呐。多谢太皇太后，奴才告退了。奴才告退。哎呦，这个李玉欢呐，居然还敢回来，真把这紫禁城当成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有这么随便的吗？
是淑姑娘，太皇太后懿旨，宣您去慈宁宫问话。这个老太婆宣我前去，一定是想杀我，我可不能这样傻乎乎的去送死。好呀，我正好也想向她老人家请安呢。是淑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不好，是淑姑娘肚子疼，得赶紧传太医。是淑姑娘，你这病发的也太巧了。太皇太后刚一传诏，你就病了。刘嬷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着，我这突然就肚子特别疼。你呀，就别在我面前耍这些小把戏了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刚进宫的时候，不知使了多少花样，想要糊弄我呀！哼，怎么着？今天故伎重演，我可是不会再上你的当。你们两个听好了，今天他就是真的病了，抬也给我抬到慈宁宫去。这大胆！奴婢给皇上请安，皇上吉祥。传太医，刘嬷嬷，你的胆子很大呀，居然敢对世淑姑娘如此无礼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是太皇太后，她要宣世淑姑娘去慈宁宫的，请皇上恕罪啊！好了，你去回禀太皇太后，就是世淑姑娘病了，等她病情好转了，朕再陪着她去给太皇太后她老人家请安。是。走。相公，你怎么了？相公，别这么叫我，别这么叫我，我求求你别这么叫我。我们已经成亲了，我不叫你相公叫什么？你还应该叫我娘子呢。我的头好痛，头好痛。昨天晚上就是一场梦，昨天晚上就是一个梦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昨晚不是梦，昨晚都是真的。我们行过礼，入过洞房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呀。我竟然背叛了小师妹，我还有什么资格去爱她啊？还有什么资格去爱她？相公，你没有背叛她，是她先背叛了你。她逃了你的婚，跟着康熙走了。她带给你作为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。她现在已经是康熙的女人了，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不会的。王妹不会骗我的，她跟康熙回宫是有苦衷的，她不可能嫁给康熙的，她不可能这么对我。相公，你醒醒吧！你看看你背后的伤，这都是你为他才受的鞭刑。你的伤还没有痊愈，你就忘了疼吗？难道你又忘了他任由你昏迷在荒山野岭，自己自私的跟着康熙走了，去追寻他自己的爱情，根本就不顾你的感受。
别说了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别说，别说了。你不要叫我相公，我也没办法把你当我的娘子。我的心里只有环梅，只有环梅，再也装不下其他的人。我说我不配做你的相公。你还是放不下的，就算他那么对你，你还是放不下的。是，不管他对我做什么，我都放不下他。我放不下他，我放不下他。既然你放不下他，那你为什么要接受我？为什么要跟我入洞房？你为什么要给了我希望，又让我这么绝望？你说。对不起，倾城，我真的放不下他。我对你来说，就是一具空壳，就是一个行尸走肉。你跟我在一起不会幸福的，而且我不能将错就错，否则环梅只能去跟着康熙了，我会害了她一辈子。环梅，你口口声声只知道环梅，为什么环梅做了什么事情你都能够包容她？那我呢？不管我怎么对你真心，你都不接受我，你都在逃避我。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你，你却跟我说那是一个错误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倾城，我什么都给不了你，那你杀了我吧，你杀了我吧。其实我早就不想活了，我这样活着好辛苦啊！我不能让义父失望，也不能让朱明联盟的人失望，我连死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求求你，杀了我吧！你杀了我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。杀了我！我求求你杀了我！我真是想不到，朱慈轩，你对我竟然能绝情到这个地步！你还是我的那个大师兄吗？那个从小对我最关心、最温暖、最呵护我的大师兄吗？我本以为把自己嫁给你，就能永远跟你在一起，哪怕你不爱我，我不在乎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，关心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居然对我说，你宁愿死，都不愿意接受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倾城，我薛倾城今日对天盟誓，此生我薛倾城绝不再对朱慈轩有情，
有为此事，犹如此惨。启禀皇上，世淑姑娘脉象很好，没有什么病啊。胡说！世淑姑娘明明很难受，怎么会没病呢？她的身体要是出了问题，你担得起吗？那臣先开几副调养身子的药吧。这就对了嘛。世淑姑娘啊，她的病很严重，明白了吗？臣明白了，臣明白了。那臣这就去煎药。别装了，都走远了。你小点声，要是被太皇太后知道了，又该找我麻烦了。你放心吧，太皇太后那边有朕担着呢。虽然这么说，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，还是有点担心。你是在担心明珠谷的那些人吧？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你抓走了我的猪哥哥，还抓走了我爹跟我师傅们，最后你还要砍他们的头。你这个呀，就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当然，如果你爹和你的师傅们一意孤行，坚持要光复大明的话，那最后这样的结局是在所难免的。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就算朕想放了他们，满朝的文武和太皇太后也不会放过他们。我明白，我以前一直认为皇上是这天下最大的官，可以为所欲为。可是在我进宫大半年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身为皇上，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。龙小弟，我这次答应你回宫，不仅仅是为了救猪哥哥的性命，我还想开诚布公的跟你好好谈一次。你想谈什么？说实话，从小到大，我爹跟师傅们都教导我，要光复大明。我们明珠谷的孩子都以光复大明为一生中最大的责任。可是我始终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光复大明呢？我爹跟师傅们总是说，朱明王朝才是正统。我们大明是如何如何的好，你们大清是如何如何的不好。可是自打我进宫到现在的大半年时间，我看着你这个皇上，心里不仅仅有你们大清，还有全天下的老百姓，所以这让我很矛盾。龙小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如果我真的说服了我爹跟师傅们放弃光复大明，你真的可以既往不咎吗？那当然，这是朕为什么连续2次放了朱思轩的原因。他和你爹，还有你的师傅们，都是前明各行各业中的顶尖人才。他们要是肯放弃对抗朝廷，辅佐朕，平定三藩，收复台湾，那才是真正的造福百姓。否则的话，就是年年内战，天下大乱，天下的老百姓就更苦了。你不会骗我吧？你之前跟我说要惩处贪官，肃清吏治，可是你最后还是放了阿碧琪、隆德多那些坏蛋，我还能再相信你吗？
朕之前是说过，要杀阿比奇、隆德多那些贪官，但是你得给朕时间呢。你给朕3年时间，朕一定会把他们清除干净的。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话，那我们击掌为誓。如果朕没有做到，你就取了朕这条性命，朕绝无怨言。我相信你，龙小弟。不过，你也得给我时间。我觉得要说服我爹跟师傅们放弃光复大明，这比你诛杀阿比奇、隆德多那些坏蛋要更难一些。朕明白。花儿，这化解朝廷与明珠谷之间的矛盾，就全在你和朕2人了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咱们2人一定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永不相疑，永不相害。好，我们要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永不相疑，永不相害。皇上说，诗书姑娘她病了，等诗书姑娘身子好了，再来拜见太皇太后。下去吧。那奴才告退。这当您连女色误国之事要重蹈覆辙了吗？皇上吉祥。皇上吉祥。皇祖母吉祥，孙儿给您请安。哀家可是受不起这大礼呀。先起吧。皇祖母，您先别生气。孙儿知道您心里不痛快，所以特意赶过来，给您请安，顺便说几句心里话。你都把人接进宫里来了，连哀家都不能碰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皇祖母，您知道孙儿为什么要把奕欢给请回来，而奕欢为何又肯随朕回来吗？告诉你吧。这李奕欢随你回来，他是为了自己的未婚夫朱子轩，而不是为了你。你呀，想想你黄爷爷和黄阿玛的结果，你都不该如此糊涂。爱新觉罗的子孙不该如此荒唐啊，不该如此为所欲为呀！皇祖母，切勿伤心。孙儿不是皇阿玛，也不是皇爷爷。孙儿心里虽然爱着奕欢，但是孙儿不肯忘了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子孙，是大清的皇帝。孙儿绝不会放下身上的重担，为所欲为的。那你为何要接他进宫啊？皇祖母，孙儿想要劝降李定国等人归降大清。若是能兵不血刃就瓦解反清联盟，那岂不是为国为民的大幸事？而这奕欢就是最好的突破口。只有通过奕欢，朕才能了解到李定国等人最真实的想法。朱明王朝有什么好？他们为什么要反清？也只有通过奕欢，朕才能让李定国等人知道朕最真实的想法。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，要打造一个怎样的太平盛世。哎呀，皇上啊，你太一厢情愿了。你要知道，这个李定国是前明残党余孽、顽固不化的头目啊，怎么可能轻易被你感化呢？再说这李奕欢，他分明是跟你假心假意，目的是要得到你的信任。皇祖母，奕欢绝非你所想的那样。奕欢他单纯善良，
没有什么野心，他心里所关心的，不是这个天下到底是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，他心里面所关心的是这天下百姓的疾苦。而且，他对朕的真心，朕能感受得到，还有他对朕的情谊和对朕殷切的期许。他这次随朕回来，不仅仅是为了救朱慈轩，而是为了和朕联手，劝降李定国等人，化解朱明联盟对大清的仇视。皇祖母，请您相信孙儿，也相信奕欢，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吧。哎呀，动手吧。喝完这杯还有3杯，不许赖账啊！龙小弟输了，龙小弟又输了，喝喝喝，必须得喝！不是，老大，你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鬼啊？啊？为什么朕一把都赢不了啊？说什么呢？我是你老大，玩骰子的本事还是我教给你的呢，有什么奇怪的？来来来！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来，起，我又赢了，我又赢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呦呦呦！小心点，你已经喝多了，要不然奴才扶着您回房休息。那些折子呀，咱明儿再看。就是啊。不行。皇上，您小心点，这要可……哎呦，小心！李公公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去给皇上端碗醒酒的汤来，我来照顾他。哎，好，好好照顾行皇上啊。没问题，去吧。好，小心一点。哎，罗小弟，哎，你干嘛去？这边，这边，这儿。快点。好了好了啊，慢点啊，慢点。走走走走走。来，罗小弟，慢点慢点慢点。罗小弟，罗小弟，罗小弟，你先睡会儿啊。果然有那件高密，这个字迹怎么那么熟呢？啊，难道是他？皇上，这李易欢呐，他已经偷看了黑狐的密奏了。这也就是他返回来的用意。他不可能劝降那些潜民余孽。皇上，你还要放他回去吗？皇祖母，奕欢虽然偷看了黑狐的密奏，但并不代表他对孙儿的承诺就是假的。孙儿愿意再相信他一回。如果他真的能劝降李定国等人归降大清，那远比派兵剿灭要有利得多，我大清才能够长治久安了。皇上，你这番苦心恐怕要付诸东流了。他若是再骗你，你必定失去黑狐了，那将是十分不值得的一件事。皇祖母，孙儿想再赌一次。哀家不相信皇上会赢，但是皇上即使是输了，至少能让皇上断掉对李易欢的念想。
就算是失去了黑狐，哀家也就认了吧。多谢皇